再来看，针对 MeToo 的事件文化部宣布讲要全面来检讨奖补助的制度，嘛要增加撤回的机制，放零唱名的检举。立法院早嘛开始召开临时会，要来进行性平三法的修法，来听听文化界甲劳工团体意见。那在公开演出、教学过程，更容易因为界限模糊而受有心人士冒犯。点出舞蹈工作者可能遭遇的性平困境，MeToo 的议题煞咧摊开，不少艺文工作者防指控讲利用关系性骚扰、性侵害。文化部虽然伫个17宣布讲，全面来检讨超过130项奖补助要点，增加撤回机制，并且放零暗名，也是讲第三者来检举受理的条件。不过要安怎来执行，也阁有真侪因素要考虑。多数的补助案都是发给一个艺文团队或是一个计划案，那怎么样去认定这个补助跟撤销的废止？那如果是个人的事件，对于合作的团队或是厂商，有没有相关的求偿措施？不是让名单的认定你要放在定验，还是放在这个当事人承认？这个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跟讨论。团队有100个人，然后怎么样过程？也许他已经执行的部分，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个其他艺文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哦。文化部表示讲，若是有违反劳工性平相关的法令，会当看情形来撤销，也是讲废止补助，并且追回部分也是专业的补助款。目前相关的讨论还阁咧进行，会甲各方的意见做整理，并且伫最近，立法院有来着手性平三法修法，劳工团体嘛点出现行法规的漏洞。空服员到了境外，他其实现在的行政法是没有办法罚境外的法则，希望让过去没有办法受到保障的这些人，可以一起纳入这个性别三法的这个保护里面。劳团提出包含境外违法嘛应该受罚，个人会当委托工会来协助申诉，性平袂当降低劳动条件等6大诉求。希望这边的修法会当来补足现行制度无够大的所在，强化劳工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